各位經常珠澳兩邊走，每日過關返工嘅老友注意啦！今日帶大家睇一套拱北口岸最新稀缺純住宅新房冠臣246，手頭只要準備30瓦就可以輕鬆上車。呢個位置真係超級適合澳門返工、珠澳通勤嘅朋友。小區樓下就係涼粉橋雙公交出入口，坐公交僅2站直達拱北口岸，步行可達青茂口岸、珠海站去澳門。返內地超級方便，完全唔使早起趕車通勤零壓力，而且呢個盤唔係普通小盤，央企中建澳門精工打造，專做澳門地標工程，品質非常靠譜，仲配全國塔一中海物業，港澳超多豪宅都係佢哋服務，安全性舒適度直接拉滿。小區總共僅246席，戶數小，圈層純粹，非常安靜舒服。仲有酒店式奢華入戶大堂、精裝電梯廳、升級地庫，搭配6大主題園林網紅天台，居家品質完全係豪宅級別。全屋仲帶歐瑞博智能家居10重智能安防，精裝標準非常高，最重點係呢個戶型使用率高達95%，基本冇公攤。重點帶大家沉浸式睇我哋最暢銷嘅95平方米3房2廳2衛山景皇牌戶型，入門右手邊係 U 型大廚房品牌3件套配齊，大明窗通風乾爽實用又大氣。入戶左手邊整排定制收納櫃，仲做咗嵌入式冰箱隱藏位，空間利用做到極致，一啲都唔浪費。最驚豔嘅就係客廳，足足5米超大開間 LDKG 客餐一體，開間超闊落成個廳，非常通透氣派。全屋直面整片板張山無敵山景，視野開闊無遮擋，全日採光充足，通風一流。珠海東南向黃金朝向，住起身乾爽舒服，非常宜居。休息樓動靜分區佈局合理，工位乾濕分離，大理石上牆高級又好打理。2間次臥全部帶定制櫃體空調齊全，同樣係望山景採光視野區街，做兒童房、書房、客房都合適。最後睇主人套房，獨立私密衛生間，空間闊落舒服。主臥落地窗直對山景，每日起床都係藍天白雲靚景觀，居住體驗非常治癒。除咗95平方米大3房，我哋仲有65平方米剛需2房，預算唔高，單身、情侶自住或者投資收租都非常適合。地段就喺拱北迎賓南路核心，周邊商圈學校、3甲醫院全部配齊，生活配套超級成熟。總結一句：30瓦上車拱北關口新房，央企品質中海物業，全屋智能超高使用率，山景視野2站過關澳門，專門俾珠澳通勤港澳自住、關口投資嘅朋友準備。中意嘅想睇詳細戶型同實景，直接評論區留言，即刻發資料俾你。